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。东方美人茶、如碰风茶，更加东的好炸嘅。因多年来，特别平地茶嘅碰风茶，因为过手沙药嘅，甚至用自然农法来种，变做健康茶嘅代名词。内手如果唔拉味哦，更多比赛嘅时节，大陆台上韩国系柜台特殊来买。而足球队群嘅美丽头粉系台湾东方美人茶嘅主要产期，因正过好价，越来越多后生人唔做工厂时，向归路卡来讲，享受上台人嘅做茶文化。接下来看一群后生茶农嘅归故乡嘅故事。你係自己混咗佢咯，混住咩咯？同日頭下家關定我扎幾年嘅動誒，詳細看啊，一條塑膠當家嘅細妹嘢，做親係做阿婆嘅。阿婆，你做茶幾多年啊？以前是講啥都清楚。那一兩10年年了，自家妹係年就摘到倆咧。一條蘇婆伯妹131記，講定幾樣是摘茶嘅歷史。一條係茶園主人許師傅嘅老年沙，行過摘茶嘅盤。大白見摘茶無限嘅時節，親手左右10個3人來聽摘。當然比起一條做阿婆嘅年沙，許師傅後生家當多，佢今年爭49歲，算係中生態。不過有3家人嘅茶園，基本單無上嘅摘，幾樣是夾把看裝潢也行以後，還是興佢學做裝潢。比如講冇出嚟學裝潢好嘛，都講好啊，幫下工地度，比如講用做唔得，你不卡茶園3家人嘅後生係唔嚟食，佢都放低啲嚇。比如講媽，你爸爸講我公叫我教我做茶嚇，因為細你都啲茶人聽書嘛，所以就講好啊，冇出嚟不卡聽書做茶。許師傅後生嘅時節，每次頭腦背是個頭路，盡量講茶園做不卡些，前提好處係唔好要頭價本壓力，請自家對自家要求天。唔過佢自家天嘅個目標，種有佢嘅東方美人茶，按多年來咩種出嘅好名聲，佢認為農藥當初對茶農本身咩唔好。最主要就講，你一般嚟講茶園做你乾淨嘅個農法嘅話，一年差唔多寫差唔多1200農藥。所以一方面農藥也錢，一個你寫藥時嘅你農民，體質受到危害係你農民啊，農民佢日噴藥啊，你啲皮膚咧就毛孔咧全部食到農藥啊，咁你對你肝咪唔好。一般講嘅東方美人茶做嘅碰風茶，後面按做怕好無聊，因為佢搶爭嫩性來做，故所係講要同高山茶做出同樣按度嘅茶味，親手加出2到3片茶槍。佢前態體色係粗葉，其實粗葉芒嘅係一種偏重開。不過對東方美人茶嚟講，點都係當好嘅。必研究過後，茶味結構老成分就破壞脫咧，我有天然嘅高香味。你粗葉就講你嘅茶葉不嘅小粒層調到佢就唔會太美，就會講，其實會生長水分會輸到氧，所以佢會按細。按你冇健康嘅茶嘅葉咧，嗰啲光頭就會較長。茶槍摘下來嘅做茶4條正嘅開始，曬下來去曬茶。2條鐵辣茶槍沒有強紫外線，茶槍會脫皺。種茶按辛苦，有時時還會無日無夜。不過按多年下來，見到比許師傅客家後生人轉來，頭份嘅茶生意看到嘅傳承嘅希望。呢個比賽嘅茶做買到按國家嘛，係簽嘅就講。陸續做搶條富圈呢，就有下後生就很加新，搶遇到新橋，每就很多人聽書，因為看到就講，雖然講呢碰茶量唔係太，唔過佢就像你真實樣啊，唔係咁多。我比如講做100件，也200件啊，就做賣200萬就冇做咁多，所以佢哋簽咗就對佢就有興趣，產生就講係很真啊，我講聽書。以去年來說泡麥東方美人泡麥1斤泡麥56萬8，今年呢其中的1斤第1名的特等的，也是我們人工錢的，泡麥68萬啦，搶購一顆，我說送禮就冇東方美人茶好買。頭份山茶所在按照4片，也得要看下嗰啲賣奶做嘅茶園，採天然嚟個喊做頭份嘅後花園，
其實也特別係愛山呢，開拍要讓160公尺邊的天天啊，唔過無論係價嘅品質，也係碰風茶價嘅產量，也係已經做到賣出唔拉賣嘅。頭份生產嘅天氣，主要係講峨眉3萬也特別愛山呢，也特別茶農單單就講係幾啊推人。頭擺平地茶嘅價士比唔得高山茶，故所頭份嘅茶農係攞茶槍專賣本隔壁嘅峨眉去做茶。也係千高等級嘅東方名人茶到頭份，後生人們很轉來，山西嘅天意圈做係隻嘢。因為做茶要曬茶那些都很熱，然後我是女生，然後就比較怕曬黑，然後就這樣當初要回來的時候就覺得好像不太想這樣子，可是後來就是也一方面也有加入那個農飛跟西根飛啊，然後就是它。因為它都比較帶動農業的東西，然後就是有一些接觸，然後他們也有一些就是觀念給我們啊，所以就回來這樣子。天意圈係頭份茶王聽嘅全體嘅模樣，本單頭做可做品管，夾把愛家就轉嚟接做工業。古手頭做可做天路畫圖工廠時嘅露台聽之前，下後尾停定轉來。畫圖嘅書計學做茶，前年第一擺參加比賽，做頭份嘅董嘅評鑑得到書獎。我一開始做茶知道董簡單啦，因為嗰隻書業嘅嚇，董簡單做啊，冇想到啊嚇，茶做董好時，啲都咩很多學問啊，曬茶曬勻啊，冇曬勻啊嚇，呢一盤曬好嘅，嗰盤冇曬好啊。是茶樹曬唔到啊，對啊，韓國弄茶嘅時間樹會強啊，變鬆就好啦嚇。在嗰幾年咧，佢都可以參加一項做茶嘅評鑑，為到訓練後生嘅做茶嘅能力，聽嘅權我一道指誤，先到不卡比可拿，佢到旁邊蹲等呢。因為我們是做那個包種茶，就是內部自己就是內部自己做啊，就等於就是爸爸會指導一下，因為我們可能過幾天就有一場這種包種茶的比賽。他要求較大啦，因為佢希望安尼老家嘅精神個傳承落去啦，就是做佢做茶嘅時間我懂原理，一個步驟都不許出錯這樣子吧。因為做茶時間拖長長，冇就安樣嘅，甚至後面在新的檔冇，安尼又加上安尼就個做唔好啦，佢就會罵人啊。佢哋就停係做機會，只係二條就會做啊，做人哋佢喺上龍館和炒茶時節歸福建分享，轉到頭份接等做茶第3台也第4台，將開始單單知道做茶最老茶米配茶過程天天，因為地道控制好茶牆嘅水分，原來要按到後門嘅地道。今年46歲林玉萍，本單到台北醫院服務，將來撈到了時間會當到，冇想到做茶冇限到唔怕結婚。張奎是師道講咧，懂簡單的事情用誒，啊，一年四季嘛，啊，春夏秋冬做四種月，春的時間就做得了，做水磨做一了，冇想到一轉來開始做個這樣的難度呢，大概一年24小時唔那用。出茶過後，林玉萍更加攞嚟速速開來，當日配茶機。今年嘅東方名人檔嘅做好誒，做幾廿年茶，林玉萍開始問，按樣嘅用熟經驗一隻環境。那樣做幾年以後，開始你台灣文創商品開始愛做起來，就開始想，你因為做東方名人茶賺錢，因為工廠也係因為東方名人茶呢個產品，你按做久了以後，應該要做到嘅回饋環境、回饋大地嘅事情。金丹槍做有機工作，連產品咩對環境好誒，
一只细细手工茶米台叶，唔单只係用一型两叶嘅有機茶，吊牌係用木头嘅纸。茶米台嘅外殼包裝用嘅係包裝殼嘅材質過嘅。連玉平也當出錢做茶米添加服務，茶傳統嘅菜加入嘅茶米，希望帶動後生人行入茶米香嘅世界。家的對茶的觀念呢，就覺得該弄人家說的人，後生有冇生有東西，啊，趕緊去買飲料、買可樂啊，樣子。所以第二代開始我就想講，茶係中國的國粹，裡面有係健康的東西，你應該講後生人開始來接觸安樣的東西，然後再走入我們茶香的世界。攞一包一包茶米綁好結重嘅，準備好包裝出貨。今年37歲范台賢嘅故事當無窮樣，佢接下來事業係個長命路嘅。頭擺有50名個茶米生日，按三晚學做茶經驗呢，參加比賽得獎，沒得到肯定。這是我岳父需要幫工廠需要人手，那我就下來幫忙。那一開始後接觸到茶葉之後，就覺得說，茶葉有很多需要學習的地方，很多技術方面的地方。那製作這樣茶青採下來，那我岳父也會教我怎麼製作茶葉。那慢慢我也對這個茶葉有興趣。也後生人，你在外面如果在另外創業的話，他也沒有說競爭太弱，而我們在國外說你說一般科技競爭力比較弱，所以說回過頭來我們的傳統業絕對不會沒落。所以講後生人必須轉來哈，給他磨練了幾年，他們自己也有深深的有體會，不錯。後生嘅唔單止學會樣做茶，佢哋還曉得樣用樣路來行銷。范台賢轉嚟過後，老茶行開始雙樣賣比賽茶。同樣路行做生意，信用做嘅店家名，尤其係廿三推老茶行，係講出書法，佢隻名上就冇睇咧。開始在網上販售嘅時候，就覺得銷售得不錯，那慢慢也有一些老客戶會回流，然後覺得我們茶葉品質很好。那我們也做出信心，那也有口碑，那我們就覺得說網絡行銷這部分，可以更加的就是利用。那一片葉子呢，最重要的葉子裡面是一個水。做茶的人呢，就希望葉子的水分不要被乾掉。如果葉子乾掉了，你的水不見了，你的葉子就真的死掉了。學頭份生茶體系有一間亞太技術學院，佢哋做得講全教做嚟聽書，對茶米茶廠嘅分析，都統一嘅包裝設計，最近係成立茶米工廠，一幫學生嘅設計接觸茶米產業。然後諾貝嘅茶廠茶嘅茶農大家結合起來嚟發推進那個茶嘅產業，能夠學校設計沒有那個做了那做茶廠，沒訓練學生嘅沒有那種嘅科系，學生嚟做茶，能夠包裝，能夠個連個種嘅分析嗬，茶葉嘅分析有農藥冇，有個分析嘅內容有冇，做進有相關的這個設備。台灣科技業起起落落，精緻農業傳到嘅無天錯嘅書本科技業。老一輩茶農日見日嘅老態，頭份嘅後生茶農停定來接觸工業，行出自家一條路。